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初7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1篇，创世纪15章第1节到18节，马太福音12章33节到3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善果，好的果子。事实上，咱拢知影，人拢无完美啦，也拢有弱点，也因为上帝的慈爱怜悯，互人会通称做义。虽然安尼，这并无代表人会当一摆搁一摆的犯错，甚至来放纵自我。人既然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得到上帝的呼召，就必须爱在伫这个家己的使命顶悬来忠心。就好像亲像咱昨分享的同款，基督徒必须爱去学习，尽力来去努力，并且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良善，因为咱是受迄个良善的所呼召的。耶稣基督捌用这个葡萄树来比喻上帝甲人的关系，所以伊指出伊讲：“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，常常甲我结连，我也常常甲因结连的，必定会结真济的果子，因为无有我，恁什么也袂会做。迄无甲我结连的人，就要去用砍掉；迄孤单的树枝，就会去用砍掉，互人捡去迄伫个火内底来烧。亲像恁常常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也常常存伫恁的内面。恁无论要什么求，就会得到。”这是伫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7节，耶稣的教示。伫这段的经文，事实上是接续伫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耶稣基督讲到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”这个了后，接续来讲下去。就是讲，基督徒必须爱甲耶稣基督的性命有真密的连结，然后才有法度对伫这条路入去伫上帝所应允的天堂内底。伫圣经被称作信心的老爸亚伯拉罕，自从伊受到上帝的呼召了后，伊就努力来跟对上帝。因为伊互上帝呼召的时，上帝叫伊爱离开本族、本地以及老爸的家。伊并无有人的资源了后，伊只有会通选择全心全意来倚靠、来跟对上帝的带领。因为除了伊以外，并无有想事别的拯救。就算是安尼，就算是被称作信心的老爸，亚伯拉罕伫拄着困境，就是迄个饥荒；拄着急难，就是讲伊惊伊去互刣死。迄个时阵，伊也捌迷失，甚至伊的太太撒拉也捌想要用家己的方式来解决上帝的应允。就是迄个互爱的祝福，因拢捌掠做家己的力量，会当解决这些代志。伊捌逃险去到伫埃及，也捌欺骗，差一点陷害法老王以及伊的太太得罪上帝。了后，伊搁再一次转来伫迄个正路顶悬来跟对上帝。伊就有好的性命的展现，
因为几件重要的技术，互伊会通被称作信心的老爸。安尼生命的展现，也互伊的后代会通得到上帝的保守甲祝福。就是上帝创世纪，上帝也已经有言着，伊讲这个代志以后，亚伯拉罕伫异象中间听见上帝对伊讲话，亚伯拉罕毋免惊，我要保护你。互你极大的奖赏，但是亚伯兰伊回答讲：至高的上主啊，我既然无囝，你互我的奖赏有甚物路用呢？我唯一的继承人是大马士革的以利以撒，你无有互我囝，因为安尼伫我的厝内出世的一个奴仆要继承我的产业。接续伊阁听见上主对伊讲：奴仆以利以撒，袂话是你的继承人，只有你亲生的囝才是你的继承人。所以安尼，上主就带伊到外面，对伊讲：你看天顶，算看星有偌济，你的后代就要甲星一样的济。这是上帝甲亚伯拉罕伫咧讲到生死囝的祝福顶悬的对话，可见亚伯拉罕犹原还阁咧想办法，要替上帝解决问题。上帝互伊对异象的中间看见上帝的旨意甲祝福。上帝阁讲，亚伯拉罕信上主。上主就认伊做义人。上主又阁对伊讲：我是上主，我带领你离开巴比伦的5年，我要将这块土地来赏赐互你，做你家己的产业。上帝阁继续来预言，圣经讲上帝对伊讲：你着爱确实知，你的后代要流浪异乡。互人奴隶，去封虐待400年，但是我一定会处罚奴隶因迄个国家，因离开遐个时阵会带真济的财物出来，甚至你家己你会享受长岁寿，平安离开这个世间，入土来安葬。过了4代，你的子孙才会转来到伫遮，因为我要等阿摩利人的罪恶满，必须爱处罚的时阵才赶因走。日落天乌的时，忽然间有冲着烟的火炉，甲烧着的火把来出现，伫迄2项肉的中间来经过。上主就伫迄个所在，伫遐甲亚伯兰立约。我要甲这个土地赏赐互你的后代。伫这块土地顶悬埃及的边，一直到扩展到大河迄边。也是讲，只要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并且坚定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，真捌来跟对上帝的脚步，就必定会蒙恩结好的果子。耶稣基督嘛安尼来教导遐个军队者，伊讲：果子树若好，果子就好；果子树若歹，果子也歹。对果子会通认出果子树的好歹，恁才会督抓恁原来是邪恶。怎样会通讲出好话啊？因为心内所充满的，嘴就讲出来。好人对伊积聚的好来发出好，歹人对伊积聚的歹
来发出歹。我甲恁讲，伫审判诶日，每一个人所讲诶闲话，逐句拢要搞笑，因为上帝要用你家己诶话来宣告你有罪，也要用你家己诶话来宣告你无罪。基督徒必须爱结连伫基督诶即个好果子树顶悬，安尼生命会连结，即种诶树才会当结出好诶果子。若无就会亲像葡萄树诶譬如所讲诶，就会去用剪除，等伫火内底烧甲变灰糊。基督徒每一天诶生活，是毋是会当好好来结连伫主耶稣基督诶生命内底？这是非常重要诶事。也是每一天咱需要检讨、回顾甲反省诶生活。诗篇21篇，上主啊，王会因为你互伊诶快乐来欢喜，会因为你互伊诶胜利非常快乐。伊诶心意爱已经有互伊，伊诶喙所求诶，你拢有应答。因为你用大福气诶来迎接伊，用纯金诶王冠戴伫伊诶头壳。伊对你求活命，你有互伊，互伊会岁寿久久长长。伊因为你互伊诶胜利得到大荣光，你将尊贵威严赐互伊，你互伊有大福气到永远，互伊伫你诶面前有欢喜快乐，因为王倚靠上主，佮因为至高上帝诶慈爱，伊诶王位永远稳固。王诶手会抓着一切诶对敌，伊诶正手会抓着所有怨恨伊诶人。伊一个出现会亲像炎热诶火炉，甲因烧灭。上主啊，你一个出现，要伫大受气中甲因吞落去，要用火甲因烧灭。因诶子孙会对伫地上受造灭。因诶后代会对人诶中间消失，因要用阴谋陷害王，毋过因诶计谋未成功。你要互因活转身来逃走，要开弓来射因。上主啊，起来，显示你诶快乐，我要吟诗称赞你诶大权能。感谢上帝透过保罗的呼召，历代的圣徒、宣教士的呼召，也互阮看见这个你的救恩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通学习甲你有好的结连，来结出好的果子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